各位老友記，快點停一停你手掌上面馬粒果仁，先不要摸，先不要放入口。我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，這件事關乎你嘅生命安全。你平時看電視、喝茶，是不是最喜歡摸下花生、咬下核桃？覺得這樣好健康？很多報紙、電視、營養師都說食果仁對心臟好，對腦部好，是長壽果。但是各位，你們知不知道？對於我們這些已經過了60歲嘅朋友來說，如果你揀錯、買錯，甚至食錯了一些隱藏在市場上面嘅毒果仁，你以為自己在養生，其實你是日日餵緊自己食毒藥，分分鐘是慢性自殺。今日這部影片，我不是要蝦你，我是要教你根據很多臨床數據同醫生嘅嚴厲警告，有5種果仁已經被列入我們長輩嘅黑名單。有些是因為發了霉你不知道，有些是因為加工到成粒化學石頭那樣，更有一些是連角色都是飄出嚟嘅。很多老友記平時去街市、去藥材鋪見到佢，見到大袋就買回家慢慢落，結果食到心血管塞住、血壓爆升，最嚴重嘅甚至有發肝癌。所以如果你還想舒舒服服地抽酸、精精神神地去飲齊旅行，今日這20多分鐘嘅內容，你一定要逐字逐句聽清楚。我會逐一踢爆那5種會拿命嘅毒堅果，還會教大家用我們香港人最精明嘅眼光，挑出那4種真正可以令你延年益壽嘅真長壽果。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，記得現在就訂閱、點讚這部影片，再轉發給你所有嘅老友記群組，大家一齊活到100歲。好，我們即刻進入最震撼嘅部分。為什麼說有些果仁食了會亡命？好，我們要先看下這張毒果仁黑名單裏面嘅頭號殺手。第一重毒就是發了霉、有陣有異味嘅腐敗果仁。很多老友記有個習慣就是節省，平時買了一大袋果仁回來，可能放在廚房角頭，一擺就是大半年。到有一日拿出嚟食，聞到有一陣陣怪怪地，好像陳年舊味，或者是我們廣東話講嘅油益味。這時候你可能會想，少少味而已，不要浪費，用火炒下它，或者浸下鹽水食了它啦。我跟你講，千萬不要。呢陣油益味期實是死神嘅信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果仁裡面含有好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，當這些油脂接觸到香港這麼潮濕嘅空氣，就會發生氧化反應。氧化了嘅油脂不單止沒營養，還會產生大量嘅自由基，直接攻擊你嘅血管同細胞。最好到你還在後頭。如果這絲果仁發了霉，有時你肉眼未必看得見，它就會產生一種叫黃曲霉毒素嘅東西。大家要記住這個名，它是世衛組織公認嘅1級致癌物，它嘅毒性是砒霜嘅68倍。你只要食一丁點入肚，你的肝臟細胞就會開始胚死。年輕人可能還可以代謝到少少，但我們60歲之後，肝功能退化，這些毒素就會在身體裏面慢慢積累，最後變成肝癌。你以為高溫炒下、炸下就沒事？黃曲霉毒素要到攝氏280度以上才會正式被破胚。你平時家裏煮菜那些火根本殺它不死，所以如果你聞到有一陣異味，或者食下去有一陣苦澀味，不要管它多貴，即刻丟了它，保命緊要過保錢啊！第二重毒就是重鹹、重糖、重口味嘅調味果仁。現在走入超市，你見到那些果仁包裝得好漂亮，什麼味都有，介紹腰果、蜜糖脆皮、椒鹽花生。老人家有時條舌頭不是這麼靈敏，喜歡食些種口味嘅東西，覺得這樣才惹味。但老友記，你有冇想過，為什麼漢方要將些果仁做得這麼重口味？第一是為了遮醜。很多過期甚至是質素好差嘅劣質果仁，只要下重鹽、重糖、重香精，再加上那些工業用嘅味精，你根本就食不出裏邊那粒豆是不是配料。你以為你食緊野味嘅東西，其實你是食緊一粒粒被化學東西包裝過啲垃圾。
第二就是血管嘅殺手，這些加工果仁鈉含量即是鹽分高度驚人。對於我們60歲以上有高血壓、心臟病或者腎功能一般般嘅長輩來說，食一包這些調味果仁，等於直接飲了機殼鹽水入肚。你的心臟會因為水腫要加倍工作，血壓每收一升升到頂，中風嘅風險就是這樣累積回來的。還有那些蜜糖或者掛霜果仁，外面那層很多時不是真蜜糖，是連介嘅糖漿同添加劑。老友記本身血糖管理就要小心，你這樣食法，血糖想不爆標都難。醫生教路，最健康嘅果仁永遠是原味、無鹽、低溫烘焙。只要見到成分表上面有一大串你讀都讀不出口嘅化學名，聽我話放低它，不要買廣告這裏。如果你覺得我講這些資訊真嘅對你有幫助，千萬記得要點讚這部影片，支持一下我們這些專門為長輩製作內容嘅頻道。你們嘅點讚同訂閱就是我們繼續製作好影片嘅最大動力。接着我們要講第三重毒，就是漂白過嘅白淨果仁。小心化學美容，很多老友嘅去買開心果或者核桃肉，總是覺得咦，這袋這麼白淨，看落去好乾淨好新鮮，那袋黃黃黑黑那樣，是不是放得久了？老友記，你這樣想就中計了。事實上，自然生長嘅開心果外殼應該是帶點奶黃色或者米灰色的，裡面嘅層薄皮應該是紫色，果肉才是綠色。如果你見到個盒白到好像擦了粉那樣，或者那些核桃肉白到發光，那要極大機會是被工業美容過，即是用了二氧化硫或者是雙氧水來漂白。看家為什麼要漂白？就是因為想遮住那些果仁發毛變黑嘅跡象，令那些劣質貨可以賣個好價錢。但二氧化硫是一種好強勁嘅刺激性化學物質，對於我們這些氣管開始弱或者有長期咳嗽、哮喘嘅老友記，吸入殘留嘅二氧化硫會直接引發氣管痙攣，嚴重嘅話會直情呼吸困難，而且這些化學殘留會破壞胃黏膜，令你經常覺得胃脹、胃酸倒流。大家買的時候一定要眼看、鼻聞、手摸，規格的不買，有陣酸味或者刺鼻化學味嘅不要，摸落去有一層粉末感或者特別乾澀嘅都要小心。第四重毒就是高溫油炸、過度烘烤嘅香口東西。香港人最中意講香口，特別是過年過節，那些油炸腰果、炸花生、脆皮核桃，跟嘢食到停不到口。但老友記，你知不知道香口這兩個字是要付出代價嘅？果仁本身最好的地方是它裡面那些好油，即是不飽和脂肪酸。但這些好油最怕高溫，一旦經過高溫油炸，超過攝氏160度到180度，這些好油就會變質。第一會產生致癌物丙烯酰胺，當澱粉同膽鹼質在高溫下發生反應，變到好香深啡色嘅時候，就會產生這種物質。老人家每日食，等於日日在身體種下一粒腫瘤蟲子。第二就是變成反式脂肪，高溫令到原本保護心血管嘅植物油變要做塞住血管嘅反式脂肪。對於我們60歲以上血管本身已經開始硬化嘅朋友嚟說，這些直情是血管水泥，食多幾粒，心梗中風嘅風險就加一分。所以我們要食就要揀低溫烘焙或者生食，雖然冇那腰脆口，但身在保住了營養，不會食了落肚病了入味。第五重毒就是來源不明散裝嘅派界貨，很多長輩去街市最中意去那些藥材鋪或者雜貨檔買散裝果仁，覺得哇幾十蚊有一大袋，超市要百幾蚊，當然買散裝啦。老友記，這些幾貨背後隱藏了三大危機。第一是細菌超標，散裝貨露天擺放，香港濕氣重，塵埃飛沫，細菌全部掉晒進去。你有冇見過有人在旁邊打噴嚏？那些菌就這樣留在果仁上面。第二是二次污染，那些裝果仁嘅膠桶、夾果仁嘅夾，可能幾個月都活洗過，
分分鐘有老鼠、蟑螂爬過你都不知道。界生時日期成謎，沒包裝、沒生產日期、沒保質期。你以為是新鮮貨，可能是行家擺了2年都賣不出嘅倉底貨。然後噴少少香精，仲新包裝出嚟賣。買嗰人一定要揀有信譽嘅牌子，要有清楚嘅包裝、營養標籤同埋到期日子，不要為了省那幾十蚊，最後要去睇醫生給幾千蚊醫藥費，那就真嘅是揼低西瓜汁芝麻了。講完五重毒果人，好多老友記可能會心想，年輕人也是這樣食啦，為什麼我們60歲之後就要這麼小心？老友記，你要認清一個事實，好多人嘅身體已經不再是20歲那部法拉利，而是一部行了60年嘅經典古董車。古董車保養得好可以行好久，但如果你亂加劣質電油，部車會即刻打柴。高活60歲之後嘅生理特徵決定了我們不可以隨便食。首先是消化系統退化，但它屬於高蛋白質、高脂肪嘅食物，其實好難消化。老人家胃酸分泌減少，胃腸蠕動慢。如果你食了那些過度加工、油炸的硬果仁，你個胃要用5倍、10倍的力去磨碎它。好多老友記食完果仁覺得胃脹，甚至便秘腸咗塞，就是因為個胃頂不順。第二是肝腎功能排毒慢了，年輕人食少少添加劑、少少黃曲霉毒素，肝臟可能2日就排走。但我們60歲之後，肝腎過濾功能下降，這些毒素進去了會留在身體裡面好久，慢慢食你嘅器官。就好似一個濾水器用了幾十年，濾芯已經塞塞地，你還倒些污水進去，個濾水器很快就呸。第三是血管脆弱，經不起重口味。隨住年紀增長，我們嘅血管會自然失去彈性。剛才講過嘅重鹽、高糖、反式脂肪，對於年輕人可能只是肥2磅，但對於你是會直接令到血壓激發炎。老人家嘅心腦血管最怕就是突發性刺激，最後就是牙齒問題。好多老友記有牙周病或者傷了間牙，果仁好硬。如果你亂咬那些好硬嘅核桃殼或者未開口嘅開心果，一不小心咔一聲咬崩牙，或者咬到牙肉發炎，那重痛真嘅慘過大病。既然講了這麼多不可以食嘅東西，大家一定好心急，那要究竟食哪支才是真正對身體好，可以令我們精精神神活到100歲？醫生同營養師一致推薦有4重果仁，只要你食得對方法，它們就是你身體的護身符。第1重是腦部守護神核桃，中國話講以形補形，這是真嘅有科學根據。核桃肉連狀極之像人類嘅大腦，核桃裡面含有極之豐富的亞麻酸，是1重好米加3脂肪酸，它可以幫助維持大腦神經細胞嘅健康。很多研究證實，每日食適量核桃可以改善記憶力，大大降低患上老人痴呆即是阿茲海默症嘅風險。醫生小貼士：核桃肉上面那層苦苦地、澀澀地嘅褐色薄皮，千萬不要剝了它。那層皮含有90%以上嘅抗氧化多酚，是精華所在。第2重是心血管清道夫杏仁，杏仁是所有果仁裡邊維他命 E 含量最高的。維他命 E 是強效抗氧化劑，可以防止血管壁被自由基錯胚，保持血管彈性。而且它含豐富纖維，可以幫你掃走腸道廢物，預防便秘。老友記一定要揀原味，如果牙力不好，可以買杏仁片，或者將杏仁浸水浸軟，加埋燕麥奶一齊打碎飲，這樣吸收得更好。講到這裡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覺得這整部影片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記得一定要轉發給你身邊嘅親戚朋友。你可以直接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，發去你嘅朋友圈或者聊天群組，大家一起健康才是真正嘅福氣。好，我們繼續講第3重長壽果，就是護眼小能手。開心果不單只是食了開心，還可以令你看得清楚。
好多老友記到了60歲，最怕就是眼花、白內障或者黃斑病變。開心果是果仁裏邊嘅護眼冠軍，它含有豐富嘅葉黃素同玉，這兩樣東西是視網美必須嘅營養，可以幫你過濾紫外線，保護眼底細胞。大家要記得揀自然開口的，看着殼皮要帶點紫色，裡面肉要翠綠色，那才是抗氧化能量最強嘅優等生。開心果熱量不低，每日食15粒左右就夠了，千萬不要當飯食。第四，從事地底嘅黃金。花生在民間地域稱為長心果，佢哋蛋白質同鈣質非常豐富，但我們一定要揀正確嘅食法。花生含有白藜蘆醇，這種物質對抗衰老、預防腫瘤非常有幫助，特別是花生那層紅衣薄皮，對於補血、增加血小板功能非常好。但大家千萬不要食炸花生、南乳花生，正確食法是水煮或者蒸。水煮可以保留花生大部分嘅營養，又不會產生高溫致癌物，還不熱氣。不過要再次提醒，花生是最容易滋生黃曲霉毒素嘅。買回來如果發現有一粒發黑或者食落去有苦味，全袋都要丟掉，不要想住，不要浪費，命得一條花生大把。好啦，講了這麼多，大家一定想知道最實用嘅操作方法。醫生教路有3個保命貼士。貼士1就是分量控制，一掌心原則。果仁雖然好，但它是能量炸彈，1克脂肪就有9卡路里，老人家代謝慢，食多了不單只會肥，還會令血脂升，脂肪肝加重。標準量是每日食1小把，即是你指手掌心窩位放家下幾多就食幾多，大約是20到30克。最好在早餐或者午餐食，給時間身體消化。千萬不要食完晚飯坐在沙發躺電視嘅時候，一粒接一粒這樣麼，那樣脂肪會直接儲存在你個肚腩度。貼士2就是要學看標籤，識破鹽糖陷阱。去超市買果仁，不要只是看正面那個包裝，反轉後背看標籤，第一項鈉含量冇100克超過600毫克就是高鹽。老人家要揀每100克低於120毫克的。第二項成分表越短越好，最好只有核桃、杏仁、活植物油、活白砂糖、沒香料、沒防腐劑。如果見到氫化植物油，即是有反式脂肪，放低它。就人貼士3就是儲存大法。香港回南天是果仁嘅天敵，果仁拆了袋之後，幾日就會變軟變質。大家一定要用密封玻璃罐，裡面放1包食用乾草劑。更緊要嘅是要放雪舉，果仁裡面嘅油脂怕熱，放在雪舉保鮮格可以大大延長保鮮期，預防油脂氧化同埋黃曲霉菌生長。大家要定期檢查，每個月拿出嚟聞下，有異味就即刻丟。各位老友記，講了這麼多，由5大毒果仁講到4大長壽果，你可能會覺得美，食粒果仁而已。要不要這麼講究啊？我都食了幾10年了，但我想跟你講，我們這輩人辛苦了大半世，以前是有得食就食，哪裡有得揀？現在生活好了，子女都大了，我們更應該要食得醒目。你知不知道？你保持身體健康，不單只是為了你自己，更是為了你的子女。在香港這麼忙碌嘅社會，子女每日返工壓力已經好大。如果你因為食錯東西，不小心搞壞了身體，子女會心痛，會擔憂，會兩頭忙。你精精神神，可以日日落街晨運，喺茶樓同老友傾偈，在放學時間接下孫人，這些才是真正嘅福氣。你的健康就是全家人嘅定海神針，所以由今日開始改一改個習慣。那些有油益味嘅果仁，不要不捨得丟，它不是錢，它是病。賴果仁揀原味，看清楚標籤，不要被那些重口味騙到。每日食少少，細嚼慢咽，感受果仁本身那陣清香。健康不是一日練成嘅，但可以由每一粒正確嘅果仁開始。希望今日這部影片可以幫到各位老友記避開地雷，食出長壽，食出健康。
如果你覺得今日這些資訊有用，請你一定要分享出去，將這部影片轉發去你嘅社交群組，發給你最好的老友。你嘅一份分享可能就是救了他們一命。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，我以後會繼續為大家搜羅更多針對我們長輩嘅健康資訊、飲食禁忌，還有很多實用嘅生活小貼士。大家記得按那個訂閱按鈕，再點開那個小鈴鐺，這樣我每次有新影片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，你要照顧好自己，才可以繼續做家裏那塊遮風擋雨的大金漆招牌。多謝大家收看這部影片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精虎猛，長命過100歲。我們下部影片再見。